OK，咁呢個5、4、3、2點做咧？第一個其實我哋只需要分下嘅啫。第一步就用我哋視覺，例如如果而家我真係可能情緒好混亂嘅，或者叫做真係完全好諗好多嘢，完全一啲都平靜唔到落嚟，或者係真係個心情好差，呼吸好急促咁嘅情況下，OK，我邀請大家可以嘗試下試一試呢個方法，睇下幫唔幫到大家手。第一個視覺睇5樣嘢嘅。譬如而家我坐喺度，我見到有啲咩咧？就我見到有呢個面前嘅花方啦，可能我見到有嘅公仔啊、電線啊。OK，我哋數5樣嘢出嚟。OK，可能你可以講出口啦，或者你可以喺心裏面輕輕講嘅。第二個用我哋嘅觸覺去摸，可能有啲咩咧？而家我哋會 feel 到我哋件衫掂咗你條頸嗰個感覺啊。如果用心感覺，其實我哋可以感覺到我哋着鞋嘅時候俾鞋包住個感覺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叫做好輕微嘅感覺，例如俾風吹過少少嘅感覺，或者就係可能條褲着住即係包圍住個可能身體全部啊嘅感覺，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觸感嚟。甚至乎一啲物件，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感覺啦。咁聽覺嗱，睇大家係乜嘢地方啦。咁通常嚟講，如果我哋喺街啦，3種聲音一定可以聽到㗎啦。最近咧最容易聽到就係自己嘅呼吸聲。OK，當你留意到自己呼吸嘅時候，將嗰個翻自己嘅內在當下咁樣嘅啦。亦都話可能聽到一啲叫做出邊啲行人聲啊，或者可能一啲叫做車經過嘅聲音啦，咁可以聽到嘅。咁去到第四啦，就係我哋嘅味，通常味覺同埋外嗅覺到呢度會比較難同埋複雜少少咁樣嘅。味覺有分你可以問下，可能件衫會唔會有啲叫做洗衣水啊、洗衣粉啊，或者洗衣珠嘅味道啦，或者可能你聞到啲香水味，呢個都係兩種嘅氣味嚟嘅。如果真係揾唔到，嘗試真係專注發問嗰個感覺，其實都 OK 嘅。做咗咩味覺啦？如果你真係口裏邊係頭先冇寫過嘢啊，完全係冇個味道嘅話，你都可以揀一種中意嘅糖果、古靈嘢食啊，或者中意飲啖嘢咁樣，佢令到自己有個味覺咁樣。咁當你做晒呢5個步驟嘅時候啦，其實已經離開咗頭先你可能好焦慮啊，同埋因為嗰個畫面同埋嗰個情況，可以專注咁翻自己嘅感覺度。呢個方法其實係比較實用啲，比較啱一啲叫做可能冇學過任何嘅方法，冇學過任何嘅技巧嘅人啊，都可以做呢個方法。希望呢樣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啦。咁接落嚟緊日子我都會可能拍緊多嘅片啦，俾大家可以多個方法多個平台去令到大家喺日常嘅生活裏邊提升翻佢哋嘅情緒健康同佢哋嘅覺察力嘅。好，咁我係香港出面訓練學院嘅 Eric 啦，希望今次幫到大家啦。好，拜拜。